手把手祷告手。听说今天忠贤哥的学校要来士林官邸，我想找找他在哪里，让他有一个惊喜。我们可以找得到他吗？首先，我们要先找找看哪里有坐轮椅的。哇，有看到吗？感觉很像是一群人哦。在圣经当中，创世纪第一个找到的是上帝主动找到人。上帝对亚当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是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我们要找的，但能够找到上帝才是真正的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分享感恩的事情。你有看到忠贤哥吗？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找到他，上帝已经带领我找到他了。我们感谢一件事，就是我被上帝找到的那一天。还有我今天有没有想透过上帝来找到的呢？我们来看看哦，手牵手，手看手，一道的手。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发现我们呢？亲爱的，